行。哎，要不然再来啊。那小子，哎呦，您几位？2位是吧？还开店了。 2位太好了。告诉兄弟们，坐这儿吧，坐这儿。该活动活动了。还想他呢？没想，我都没说他是谁，你一天你成能装了，还为国炒鸡，你那不就是为郭吗？郭淑芬的郭，一天还整得像別人不知道似的。那我以後改個名行不？我以後叫范衛國，這樣行不？你愛叫啥叫啥，整2口，哎，整2口來，來。燕军，我告訴你個秘密，郭淑芬，遲早就是我的人。咋的？你會算命嗎？我告訴你啊，我是從未來跟你說，你也不懂。哎呀，你說他咋那麼狠心呢？說走就走。是，他心要不狠啊，他也不能把錢取了全給你，讓你開這店。你說啥？啥也沒說呀。你給我那錢是誰的？真不能告訴你，淑芬不讓我說。不是，我犯了。淑芬要是对你呀，真是没毛病啊。你就好比說啊。相机，未來的淑芬肯定能知道怎麼辦。程程，尚荣，哎，爸，你醒了？饭在锅裡熱着呢。爸，你怎麼了？哪兒不舒服呀？老爺，你快來陪我玩呀！誰是你們爸呀？你們是誰呀？哎，我女兒范丞丞呢？我外孫琪琪呢？少榮，我在這兒呢。哎呀，爸，您別鬧了，總這麼折騰人。老爺，你乖好不好啊？哎，這怎麼能是琳娜呢？這不是琳娜，郭淑芬哪有什麼淑芬啊？這又老糊塗了。不對，全亮了，都不对。哎，怎麼是琳娜呢？我老伴兒不是琳娜呀，郭淑芬去哪兒了呀？哎，還有我閨女呢，我閨女范丞丞。相機，我的相機！爸，您別激動，是不是找這個？給您。范卫，侯建军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儿，郭淑芬回来了，就回来1天，办完檔案，被調去省城了，今天就走。今天就走？他人呢？這個點應該還在工廠呢。你幫我看一下店啊。哪兒啊？范老闆，
别着急走啊！你看，你看这是啥呀？行，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。这桌钱我不要了，行吧？算我请你们吃。让开！哎呀，这是钱的事儿吗？我兄弟吃了你家的东西，食物中毒了。对，食物中毒了。我说食物中毒。哎呦，大哥，哎，我这肚子疼啊！行，你别演了，这样，肚子疼。今天这桌多少钱？我3倍赔给你，行吗？现在就给你们拿钱。你回来！我跟你说啊，1000块钱，拿不出来，今天你的店别开了啊！对，别开了。撒开！你给我撒开！今儿说啥不能让你走？不是你干啥呀，洪建军？我火车赶不上了。范卫出事儿了。啥？范卫，怎么了？郭淑芬呢？早走了。走了。你这脸怎么回事啊？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4个啊，敲诈勒索，还看是不是？警察叔叔，你快给我带走吧！这么让他下手太狠了，我妈都没这么打过我。你闭嘴。淑芬。不用谢，我跟他说你出事儿了，那没想到你真出事儿了。我这嘴呀，跟开过光似的。能不能盼我点好？行，警察同志，反正你们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警察同志。红花油我放这儿了，你记得抹。哎，干啥呀？对不起。我现在说你可能不太相信，我能看见未来。未来我们结婚了，有一个女儿叫程程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外孙女儿。未来的一切太美好了，我都不想改变，我更不想失去你。你到底想说啥呀？这还看不明白吗？他想跟你求婚。对，我想跟你求婚。如福，哎，求婚？求婚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你不是不回来了吗？那不回来，我上哪儿去？他说你去省城了呀。啊？那我要不那么说，你敢有刚才那下子吗？不用谢，咱俩扯平了啊。